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八。阿难，如是众生一一类中，亦各个其12颠倒，犹如染木乱花发生，颠倒妙缘，真正明心，具足如是虚妄乱想。历经修证，佛三摩提，伊是本因缘所乱想，立三障处，方得度灭。如正气中拄气独灭，以诸汤水并杂花香，洗涤机器，后除甘露，混合名为三种障处。一者修习，拄其助因；二者进修，确其正性；三者精进，为其现业。混合助因，阿难，如是世界12类生，不能自全。以四识住，所谓断识、触识、思识、色识，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识住。阿难，一切众生识感故生，识毒故死，是诸众生求三摩提，当断世间五种心菜，是五种心：色、识、法、行、生淡净慧。如是世界实心之人，将能宣说12部经，十方天生咸奇草花，涵盖远离，自恶鬼等，因依实处，前其顿稳，常以归住，福德日消，终无利益。是心人修三摩地，菩萨天生十方善神，不来守护。大力魔王得其方便，现作佛身来为说法，非非境界，赞应怒痴，命中自为魔王灌属，受魔福尽，对无共恶。阿难，修菩提者，应断我心，实则名为第一精进修行障处，混合正性。阿难，如是众生入三摩地，爱先严持清净戒律，应断淫心，不参酒肉，以慧净色，无啖生气。阿难，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以杀生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当观淫欲，犹如毒蛇，愈见怨贼，先持声闻，四气八气，即心不动，后现菩萨清净律仪，即心不起，境界成就。即以世间应无相生相杀之业，偷劫不行，无上祸累。亦以世间不还宿罪，是清净人修三摩地，父母肉身，不思天眼，自然观见十方世界，多佛闻法，亲奉圣旨，得大神通，游十方界，宿命清净，得无惊险，实则名为第二精进修行障处，混合现业。阿难，如是清净持戒、持
禁戒人，心无贪淫，以外律庭，不得流役，因不流役，宣言自归，定纪不言，禁无所熬，反流专一，略用不行，十方国土，骄然清净，譬如琉璃，内涵明月，身心快然，妙缘平等，黑带安稳，一切如来密源净妙，皆现其中，是人即黑无生法忍，总是渐修，随所发现，安立圣位，实则名为第三，精进修行渐处。阿难，是善男子，欲爱大国，恭敬不傲，现前残疾，不服俗生，积心虚名，纯是智慧，慧成名媛，应十方界，谦有机会，名谦惠地，欲识初谦，未以如来法流水者，即以此心中中流入，圆妙开福，将真妙缘，中发真妙，妙心常驻，一切梦想灭尽无疑，中道纯真，明信心住，真心明了一切圆通。因此界三不能为碍，如是乃至过去未来，无数劫中，舍身受身，一切失去，皆现在前。是善男子，该能一念得无遗忘，名念心住，妙缘纯真，真正发化，无事失去，同一精明。为精明正处真正，明真正心，心正现前，顺意智慧，明慧心住，即持智明，周遍即赞，即妙相迎，明定心住，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为尽无退，明不退心，心静安然，保持不失，十方如来气氛交接，明护法心，各明保持灵异妙力，恢复珠光，向佛安住，犹如相镜，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重重相立，明回向心，心光密回，迄佛相依无上妙境，安住无为，得无意识，名界心住，自界自在，灵游十方，所去随愿，名愿心住。阿难，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发出实心，心正发挥，实用摄入，完成一心，名发心住，心中发明，如镜琉璃，内现精真，以情妙心，理成地，名地地住，心地摄地，具得明了，游入十方，得无留碍，名修行住，行以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如中阴身自求佛妙，因信明通，入如来境，名声贵住，既由堕胎，亲奉各因，如胎已成，人尚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，容貌如佛，
心上一动，明净心智，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明不退步。实心灵上，一时具足，明当真住。形成出体，称为佛祖，名为法王祖祖，表仪成人。如国大王以诸国事，分为太子。一刹利王世祖忠诚，定力灌顶，名灌顶祖。阿难，是善男子成佛主义，具足无量如来妙德，十方随顺，名欢喜行。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饶益行。自觉觉他得无畏惧，名无侵现成。将来出生，将未来世。三世平等，十方通达，名无尽行。一切合同种种法门，得无差误，名离痴乱行。即于当中显现均一，一一异常，各各见同，名善现行。如是乃至十方虚空万族未定，一一定中现十方界，现定现界，不相留碍，名无着行。种种现前，含是第一波罗蜜多，名尊敬行。如是鸳鸯，能成十方诸佛规则，名善法行。一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伪，成本然故，名真实行。阿难，是善男子满足神通，成佛事意，纯洁真正，满足流患，当度众生，灭度道相，回无畏心，向涅槃路，名救护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。坏其可坏，远离诸离，名不坏回向。本觉赞言，觉者佛觉，明顶一切佛回向。真正法明，地如佛地，明至一切处回向。世界如来互相摄入，得无挂碍，名无尽功德总回向。以同佛地，地中各国生清净音，以音发挥，处涅槃道，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真根继承十方众生，皆我本性，成缘成就，不识众生，名随顺顶观一切众生回向。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唯即以离两无所着，名真如相回向。真得所知十方无碍，名无目解脱回向。成德完成，法界量灭，名法界无量回向。阿难，是善男子，真是清净41心，处成四种妙缘加行。即于佛觉，用为机心，欲出未出，犹如撞火。欲燃其木，名为暖地。由于其心成佛所理，若依非依，如定高山，深入虚空，下有微爱，名为顶地。心佛离同，善得中道，如临树林，非怀非出，名为任地。数量消灭，
未觉中道，理无所目，名世第一地。阿难，是善男子于大菩提，善得通达，觉通如来正佛境界，名欢喜地。二乘入同，同性一灭，名离果地。正觉明生，名发光地。明觉觉满，名焰慧地。一切当义所不能治，名难胜地。无为真如成正明路，名显真地。尽真如者，名远行地。一心如一真如心，名不动地。法真如用，名成慧地。阿难，是诸菩萨将此依据，修习必讲功德圆满，亦自此地名修习为诸因妙分，复涅槃海，名法分地。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利智，各界入教，名为顶觉。阿难，将乾慧心智顶觉义，是觉使合金刚心中初乾慧地。如是重重但复十里，方尽妙觉。成无上道，是正正地。该以金刚观察，如幻实种深悟。舍无他中，用诸如来。毗婆舍那，清净修净，渐处深入。阿难，如是该以三净真果，善能成就55位真菩提路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。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，即将坐起顶礼佛足，礼白佛言：当何名是经五极众生分合奉持？佛告文殊师利：是经名大佛顶，悉达多班达那无上宝印。十方如来清净海眼，一名救护亲因，度脱阿难。及此会中成比丘尼，得菩提心，入遍地海。一名如来密因，修净了义。一名大方广妙莲花王，十方佛庙陀罗尼咒。一名灌顶将具，诸菩萨万行修灵严，你当奉持。说是语，即时阿难及诸大众，得蒙如来开示密印班达那义，兼闻此经了义名目，顿悟禅罗，修尽圣位。经上妙理，心如虚言，断除三界修心六品，微细烦恼，即将坐起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，礼白佛言：大威德世尊，自因无热，善开众生，微细沉黑，令我今日身心快然，得大饶益。世尊，若此妙明真正妙心，本来遍圆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，如动含灵，本源真如，即是如来成佛真体。佛体真实，分合复有地觉、五鬼、畜生、修罗、
人天顶道。世尊，此道为复本来自有，唯是众生木习生起。世尊，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，施行淫欲，妄言现行回头，无有业报。法是意，先于如今成大妄会，后以积极妄会修然，对无间恶。琉璃大王成请比丘，琉璃为诸枯谈作性，成请妄说一切法空，生心含力，阿鼻地狱，处诸地狱，唯有定处，为复自然，彼彼法业，个个思修，为对大慈，开发东门，令诸一切持戒众生，闻决定义，欢喜顶戴，紧急无患。佛告阿难：快哉此文，令诸众生不入邪见。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阿难，一切众生实本真净，因妄见，有妄习生，因此分开内分外分。阿难，内分即是众生分类，因诸爱染，发起妄情，情执不休，灵生爱水，是故众生。心意珍修，口中水出，心意情人，血灵血恨，目中泪盈，贪求财宝，心发爱难，集体公论，心着形影，男女离根，自然流溢。阿难，诸爱随别，流结是同，论习不生，自然总对，此名内分。阿难，外分即是众生分外，因诸客用，发明虚想，常执不休，灵生性气，是故众生心持禁戒，其心勤清，心持咒印，故结凶益，心欲升天，妄想非己，心存佛国，性境明现，事先知识，自轻生命。阿难，自想随别，轻己是同，非动不定，自然超越，此名外分。